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個 YouTube channel。咁嘅講下 eFootball 入邊嘅假射、假傳、指射、指傳啦。咁首先啊，我哋就去分啲型。咁假射，我相信玩過嘅人應該都會用過，或者睇人哋用過啦。咁睇下我哋講緊波啦，跟住射波左邊啊，咁我哋右邊係射，咁兩係射啦。咁點樣可以 fake 人呢？你左邊要撳，即係呃人出腳啦，同埋個人用嘅，咁就好簡單啦。咁假傳就係喺其他 Xbox、Steam 一定都有嘅操作啦。咁手遊係今個版本先有啦。咁我攞到個波，正常係可以咁樣就傳俾隊友啦。咁可以 fake 人噶嘛？咁有咩用呢招？就係 fake 人咯。fake 唔到電腦，通常都係 fake，即係打人嘅時候通常都冇有用嘅。呢啲通常都係 fake 真人啦。佢係講你會傳就唔逼你啦，咁你可以 fake。咁對面就好少會喺你撳個傳波仔就搶你，就可以假射或者假傳，跟住一路攞住個波咁樣。咁指射就係咩呢？指射就係啲普通射門就會大力啲啦。如果你有急墜啊、急升啊、掠地遠射或者係個落葉球射門，就可能可以觸發到呢啲特殊嘅球路啦。指射就係你射完之後，左邊撳一下就可以撳到出嚟啦。就係攞住個波撳佢褪翻出嚟啦，射呢個就係普通嘅射門啦。指射應該係左邊撳一下先，跟住右邊去射有時。咁個波就係快啲啦。但係指射相對普通射門就係容易啲飛走咯，即可能唔知射咗去邊度，但係就會容易啲喺遠射度入到，因為佢嘅力量會大啲。咁其實冇咩特別嘅，通常禁區入邊都唔需要去到指射嘅，就係普通射門都夠用噶啦。咁指傳就係喺你傳波之前喺左邊撳一下啦，跟住就傳出去就會大力啲、快啲，個波就會平啲，唔係飛過去。咁而家啲人傳中有可能用普通傳波啦，亦都可能用指傳。咁指傳就係快啲咯。咁我就唔記得講，就係一個指射嘅頭球。咁指射頭球呢，個波就唔會快啲嘅。咁指射頭球有咩用呢？就係球員有個投球嘅技巧呢，佢哋用投嘅時候呢，個波就會有更高嘅距離彈地。所以你傳中嘅時候唔一定要用指射嘅，所以其實都指射可以唔需要。咁指傳就係個波快啲咯，就係會快啲飛過去。咁普通呢就會慢啲。咁喺傳中嘅時候有咩用呢？就係個波慢啲嘅時候，咁如果你個中鋒好慢嘅，咁可能要長啲時間，咁你可能普通傳中就夠咯。但係指傳就係你個前鋒好快，咁佢快過個後衞搶點。咁佢呢個指傳同埋普通傳送有咩關係呢？或者應該係指傳同埋假傳有咩關係？就係因為通常同真人打就會 kick 噶嘛，會叻下咁樣，唔一定可以假傳到。咁萬一你個假傳前面係有對手嘅，你一嘢傳咗俾你，咁就 GG 啦。咁點算呢？就可以指傳完，跟住就取消佢，跟住取消就係左邊撳一下，跟住撳傳波掣，跟住左邊再撳一下，就係咁樣。因為指傳嘅前搖通常都會大啲，佢多啲時間先會傳到個波出去，咁你取消嘅時間都會多啲。咁當然啦，都好容易俾人搶啦。實際係傳嘅時候唔會俾人 block 到咯，因為取消跟住一路向前帶，佢又一路咁樣向前帶。因為對手通常見你想傳波就唔會搶你，咁你指傳
就可以有多啲時間咯。咁啊，指射取消應該係同一個道理嘅，但係就唔會通常唔會指傳取消嘅。咁指射唔會取消，因為指射本身就要時間已經夠長啦，同埋你射得就預咗對面會有人搶你。咁通常指射就唔會用假嘅，通常都係個假動作，跟住再指射，咁啊拉開啲空位，咁啊容易啲入波啦。咁假射係最容易啦，咁一下可以咁樣出嚟嘅。假射最緊要係平衡啦，假傳就唔係一定要學嘅，假傳就係玩嘢用嘅，通常都係，除非你網絡好好啦，或者你技術好好啦，如果唔係唔一定要用假傳嘅，就係 fake 人咯。你扮向後傳，跟住向前咁樣一嘢過去，就一個技巧，同個人一樣都有個技巧咁啦。同埋你傳中嘅時候可以扮傳中咯，落到去啦，傳中，跟住又翻去咁樣傳。喺呢個版本就係落底傳中冇吸翻入去大位起腳傳中咁容易入啦，咁所以傳中嘅可以試下吸翻入大位傳中，通常就會易入啲。但係你落底傳中都可以，睇下有冇位傳啦。如果有位就吸翻入去咯，冇位就落底傳咯。因為 A.I. 通常都係防落底傳中係垃圾啲嘅，同埋你落底嘅時候，嗰啲球員會有多啲時間落去前插，主要就係咁啦，冇咩特別。咁我喺版本更新之前都係假射為主啦，我指射又好少用，跟住假傳就冇啦。咁啊，呢個版本更新完之後，我就用假傳fake下人咁啦。所以，不過你要假傳就通常你手速要好快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都係唔好學啦，都係學假射啫喎，就fake開人哋，跟住射波，之後再吸嚟吸去咁樣。跟住一個指射，冇。再 fake 佢。今日就去到咁多先啦，拜拜。